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呢是推出这电子药单的服务，民众领到这药单了后，把这手机啊呢，互药局甲扫 QR code， 安尼就当领到药啊，会当缩短等待的时间。这病院嘛有推出领药啊的地图，民众只要用这手机啊，就当找到这附近有合作的社区的药局，直接来注文领药啊的时间。病院这方面是表示讲，未来计划会当按算扩大到新北市，来建立一个跨区域的领药啊的服务。 民众常常拄到袂记哩领药时间，也是纸本药单放弃，搁爱走一逝病院的问题，对民众来讲是足无方便。即马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推出电子药单试办计划，互民众免惊药单放弃，搁有专属的软体提醒、甲分段管理等等的功能。民众甲药师拢讲，电子药单互因加足方便。如果人多，可能也要等个15到20分钟，甚至有时候久的要半小时。我就是从医师那边开完药，然后我的手机就可以看到那个 QR code。 拿手机给那个社区药局的药师，然后给他扫一下条码，然后我就可以立刻拿到药。假设现在我们导入统一格式的电子处方签，我只要去扫 QR code， 我就可以确保我扫出来的资讯跟医院是同步而且正确的，而且速度很快。另外，病院嘛甲药师公会合作，推出领药地图的服务，民众看诊了后，会当用手机即时找到附近有合作的社区药局，直接甲药局注文领药的时间。你的智慧领药的地图。 事实上，你打开手机之后，手机主动会告诉你，你现在人可能在哪里啊？比如我今天出来逛逛街，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可以拿个药啊，再回家。这个时候，旁边的智慧药局这些连锁的药局啊，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药局就会主动来找你。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嘛讲，电子药单甲领药地图的系统，未来伫台北市稳定运作了后，会扩大到新北市，建立下区域的领药服务，互民众领药省时间，搁利便。记者郭金勇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